创世基金会为了帮助弱势来过好年，每年举办韩式吃饱买价募集的活动。上澳甲的永庆房产集团、台南区市的品牌金管会共同为活动的募集正式来起跑。伫个名传天鼓、人狮团热烈的相思献瑞民俗表演，由着永庆集团金管会会长吕启伦将爱心接力棒一棒一棒交予台庆不动产。综合国小家长会、甲着综合国小学生，好有社会大众共同加入关注的行列。今年第35届韩式吃饱30，也是我们永庆房产集团连续在台南区11年来支持我们的创世基金会。我想我们社会弱势族群，我们对他们的照顾的资源永远不够。那也感谢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让我们这11年来持续有这个机会，除了在不动产买卖的帮助之外，也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手心向下来照顾我们这些韩式弱势的朋友们也借由这样的机会，也呼吁我们社会大众。我想我们这些每年我们的弱势朋友们每到过年他们的整个不管是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大家的资源，这些部分，我想需要更多的社会大众来支持他们也藉由我们这次永庆房产集团的抛砖引玉，也带有希望各位社会大众能够一起来支持。希望大家爱心接力，帮我们一棒接一棒。那我们这一次的爱心红包是600，然后爱心礼是800。那希望大家帮我们宣传，那希望有爱心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络。谢谢大家这一次的配合我们这样的活动，那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小朋友其实平常在学校学习，那很多社会的互动的部分，他们可能比较欠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学习的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在这边代表崇学国小所有的师生感谢创世还有我们所有的贵人们来成就这个好事了我觉得很有意义。创世基金会韩式吃饱买价募集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5届。李永庆房产集团台南区市的品牌，嘛连续11档动员上百位的同仁，做伙来出钱出力。创世基金会韩式吃饱30个活动，每年全台大约需要募集14000份，包括慈爱年礼800块，甲着应急的红包600块，欢迎各界热心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